选高雄市长还可以的，我倒觉得这也还好，只是后面那个就有点有点超过界限了嘛。我昨天批评他什么？就是比如说像他，就是他要选总统很可怕，然后哪来的自信？他对于你对他的批评，他什么都闪过。其实那本来就很难回答，这个还是要一定程度的训练的。不过只是最大问题是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的。我跟你讲，你不太可能像我们，你看我们7点半就来开会，到下来之前我们还有商业处的公文啊，什么一大堆，还有会议记录。坦白讲，一天24小时的，你要做高雄市政，又要去搞董国政。其实我跟你讲啊，以我2014年选台北市长的经验，你知道，单那些部会首长上课上一轮就快要1年了。那如果是中央的，哇，那个上课时间更久，没那么容易。那你怎么看现在李嘉芬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他不会想让韩国瑜来选高雄市长，因为他说一切都可以。选高雄市长还可以的，我倒觉得这也还好，只是后面那个就有点超过界限了嘛。所以你也认同这是走中吗？你看老话讲是这样的，有时候老实讲，人家说得意忘形，这个要小心的。我每次常常在警惕自己，因为大概还是要估计说，不过老实讲，我发现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每做一件事情，先想一下，说，这个对台湾的整体利益是不是好的？好的话，还可以去做看。那如果说有更好的选择，那也不一定，那就不要做了。你觉得他的支持度有可能跌破3成吗？这主我跟你讲我猜他现在最大的困境应该是2头烧大竹，因为老实讲，我自己的评估啊，高雄市政比台北市政还困难，因为那个负债又这么多，你知道，然后老实讲像过去绿营长期执政，你知道，我猜科长以上的都是绿营的，你知道。哇，这个要怎么指挥？因为我自己吃过那种苦头，你知道，这个没有。就算很认真，每天7点半工作到10点，都要花2年以上才有办法让整个组织稳定下来。我猜他，而且那个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超过30年了，高雄县30年嘛，高雄市20年，这根深蒂固啊。这个单单磨合，我看会超过2年，也没有什么叫联合内阁的，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直其道而行就是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然像我们在台北市政，我们在台北市议会一席议员都没有，我们还不是要去做事。不过这样的，我发现是这样，你不要特别去搞那个政治法案，你知道那种有意识形态的法案。如果是民生法案，绝大多数的议员他也没有理由去挡你嘛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经济，多一点民生。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民生第一那个牌子都挂在我们那个53连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去讨论民生法案，其实议会也不会去阻挡嘛，因为老实讲，他没有选民的压力所以是这样的我倒觉得是说，就算没有党籍的立委，你知道其实可以拿下在总统大选可以获胜。其实台北市议会的这种，我们台北市政跟台北市议目前这种运作方式，也是可以供参考的。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去搞那个意识形态的法案嘛，你就以民生法案为主，这样很多冲突都少。